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昌堯師傅。首先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。好啦，又嚟到2026年嘅7月25日啦。今日農曆嘅6月12日係星期六，係叫做庚子嘅金老鼠日。就生1960年同埋2020年嘅人呢，就叫做庚子金老鼠啦。咁今日呢，佢伏吟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嘅。嗱，今日呢，老鼠日呢，就咧同太歲咧嘅馬相沖，所以咧為之歲破日啦。正式係子午正沖。咁咧今日嘅磁場咧就最為波動嘅。呢一日咧係最容易發生意外啦、破財啦，喺人事上方面容易決裂啦。所以咧今日咧重要嘅事情咧唔好喺今日做啊！今日係宜靜不宜動嘅。尤其是簽合約，千祈唔好揾今日去做啊！咁記得咧，特別要注意咧，出入咧揸車嘅朋友、過馬路嘅朋友，特別要小心交通嘅安全啊！再加上咧，又同呢個月嘅陽叫做子未相害，好容易咧招惹到是非啦，喺人事上方面嘅關係特別差嘅。再加上喺財務方面就要注意啦。好啦，老鼠咧就係同馬相沖，咁咧就沖一隻咧叫做甲午嘅木馬，就生1954年同埋2014年嘅人咧就叫做甲午木馬啦。咁同時都沖一隻咧叫丙午嘅火馬，就生1966年同埋2026年嘅人咧就叫丙午火馬啦。咁今日沖馬之中咧，最嚴峻嘅就係火馬同木馬啦，皆因佢哋係天克地沖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嘅。嗱，老鼠同馬相沖咧，通常咧有咩嘢嘅反應咧？通常就會有桃花容易變動啦，咁坐唔安企唔落啦，容易咧就受傷啦或者燙傷嘅，特別係血光之災啦，特別要小心啦。嗱，逢沖咧就必動嘅，所以咧我建議咧屬老鼠嘅朋友同埋屬馬嘅朋友咧，今日多做善事，去捐下錢啊、贈醫施藥啊，多做一啲利益眾生嘅事情啊，多做一啲布施啊，將自己嘅運程提高佢，希望咧喺今日能夠逢凶化吉嘅。嗱，今日嘅三煞位咧就喺南面喎，咁南面咧就千祈就唔好動土啦。再加上今年咧有個五黃星到南，更加不宜動土，尤其是屬馬嘅人特別要注意啦，因為南面咧係馬嘅方位嚟嘅。嗱，今日兩個時辰特別要小心啦，一個時辰咧就凌晨嘅12點到1點嗰個丙子時，同埋咧早上嘅11點到1點嗰個壬午時啦，特別要注意呢個時辰啦。嗱，今日如果想催財嘅話咧，最好嘅方位咧就喺東面，因為咧今日財神咧個方向咧就係東方嚟嘅。咁我哋可以向住東面行15分鐘去接下財神啦。咁用咩時間好咧？當然揾個財神時啦。咁今日嘅財神時就係晏晝嘅3點到5點嗰個甲申時啦。咁好好地利用呢個財神時啊！好啦，我哋睇下今日有咩幸運嘅生肖啊！原來屬牛、屬羊、屬猴、屬龍、屬狗都係幸運嘅生肖嚟嘅喎。咁我哋睇下佢有幾幸運啦。嗱，講到屬牛同埋屬羊喎，咁佢有天月貴人去睇佢嘅。咁牛多嗰個六合貴人添。咁至於馬騮嚟講啦，咁佢又有三合貴人啦，同埋財神爺去睇佢嘅。咁龍咧，亦都有三合貴人去睇佢喎。咁至於屬狗咧，就有喜神去睇佢啦。因此今日屬牛、屬羊、屬猴、屬龍都係非常幸運嘅生肖嚟嘅。嗱，大家要切記，如果想逢凶化吉咧，最好嘅方法咧，都係要多做善事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咁就包你有運行啦。嗱，記得啊，你今日所做一切嘅善行，終將都回到你自己身邊㗎。大家多做善事啊！嗱，正所謂人善就自帶福，
心善就福常在，所以緊記呢句説話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，聽日我哋再見啦。